大家好啊，歡迎翻嚟我嘅頻道。提提大家記得訂閱我嘅頻道之後，就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我嘅消息啦。今日就揀咗第五場同大家研究下4班1200米嘅賽事，預計會擺前面嘅馬有醒目高球、王者有利、力勝同埋環球英雄。步速預計係正常嘅，狀態比較差嘅馬有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咁啊可以劃咗佢先啦。留意翻7號嘅海鑽石就有缺貨嘅，狀態比較突出嘅馬有醒目高球，大家就可以喺劃剩嘅馬入邊揀自己嘅心水啦。咁我都揀咗我嘅心水俾大家參考下。首先係1號嘅醒目高球，咁啊狀態就好 fit 嘅，前一場就贏咗啦，對上一場就早段攞位用多咗啦，咁啊去到最尾就捱唔住。今次有個二檔，預期早段呢就唔使嘥咁多力啦。咁佢就仲有啲生嘅，有好大嘅進步空間啦，即係表現呢係一定可以再好好多嘅。咁啊大步俾佢放順咗，都好難追到佢嘅，揸翻佢做膽啦。然後就係14號嘅環球英雄，今季呢嘅表現就唔係咁好啦，未近過嘅。今次呢119磅抽到一檔，咁對佢跑法呢就有幫助啦。自習嘅表現呢亦都醒翻啲啦。咁啊，屬於初期階段嘅金城剛騎，咁啊實騎晒俾你睇噶啦。呢種冇乜馬揀嘅話，就不妨拖埋佢啦。然後就係5號嘅桃花駿，咁啊上場跑呢就全程都外碟啦，入直路衝刺嗰陣就內閃啦，咁啊要修正啦。修正完之後就認真打咗一邊，咁隻馬呢就冇乜反應嘅，跟住都係咁以騎下啦。今次就初大眼罩。最近試嗰課集呢，就俾到啲走勢你睇嘅，我自己就中意搏呢啲有轉變嘅馬啦，尤其是係初大眼罩嘅馬啦，咁啊拖埋佢啦。最後呢，就係喺川河石區啊、創寶區啊、有利有我呢幾隻度揀啦。咁啊創寶區同有利有我嘅檔位就唔係咁就啦，所以我最後就揀咗2號嘅川河石區。呢隻就伏兵嚟嘅。俾阿文堅跑，咁啊贏就難講噶啦，但係攞位啊、際遇好少少啊，咁啊走入嚟就絕對冇問題嘅。第5場賽事分析過，咁就睇下啱唔啱你心水啦。如果想知道我臨場收到咩消息、到咩馬嘅朋友，就可以加入我呼風喚雨嘅群組啦。可以睇下我頻道簡介或者發信息俾我查詢翻。咁就下個賽馬日再見，祝大家好運。